一个40岁的驾驶驶车驶到一个巷仔口，刚弄到停伫路边的2台车。这驾驶无留伫个原地，是车弹的做伊走。警方赶到场，伫附近找到人，原来是去美丽的超商内底有真重的臭酒味。这个酒测但是超过标准，用公共危险罪甲移送。 透早桥路无啥物人甲车，这时有一台银色轿车呢，一直向这边偏过去，结果煞弄着停路边的2台车，掉碎车阁小可潮起来，被弄着2台轿车被弄离本来伊停的所在。代志发生后，这个驾驶落车，都袂输脚底抹火油共款，想要以上紧的速度紧旋。这时，热心的民众看到了后，有甲话，抑阁驾驶袂输无听到共款，车放咧做伊走。过来，你刚才开车的吗？你刚才开车的吗？ 警方到现场处理时，伫附近找到人，驾驶佫顶青。伊会想要走，是因为伊有啉咖啡色背心，然后长发卷发男子。地点伫台南好威路1段、中英路5段某一个巷仔口。在200公尺外，商家当场查捕到案，悬挂他车号牌及肇事后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2条1项5款及第62条1项举发。 啉酒赛车，肇事佫想要逃走，加在敢若弄着车，无弄着人。这个驾驶除了讲爱赔真济维修费用以外，就寝了都要为家己离境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